东回过道因为真济所在落大雨，嘛传出意外消息。伫新北市三峡有石头崩落来，有一个查某骑士哪想起去互石头击着，佳哉是轻伤。我来的时候，他就坐在地上。他坐在地上之后，我向他询问当时的事发状况。那他告诉我说，他也不清楚到底是自己撞到石头，还是说是被石头砸到。那看起来是没有太严重的外伤，就是可能脸上有一些擦伤之类的这样。所以他那时候意识还是很清楚。对，意识很清楚，可以正常的沟通讲话。伫画面内底会当看到这个查某骑士，伊坐伫路边等待救援，而且伊边啊四界拢是大大细细落落来的石头。这件意外发生伫三峡台七一线3.9公里的所在，有一个查某人伊骑车经过的时阵，这石头哪像是击到伊的安全帽啊，致使伊连人挂车全安尼处理。这个骑士分尸顶有几个所在刺伤，加在送病院了后，伤势是无啥要紧。